在地新闻继续来到高雄，有一张菜市啊，菜真俗，不管什么菜，一百拢只要10块，开100块就会当煮满的一道菜。摊贩讲因是暴利多销，嘛无怪有真侪顾客一个买就变老主顾。汤虾菜、年年菜头、冬瓜，高雄网友铺上伫凤山某一个传统市场买菜，才只要100块，俗啊有人惊到，敢有小咸咧，咱来查看卖。 记者现在就实际来到凤山的肉豆公市场，要拿出100块来看看到底能买到哪些菜。你看卖买这4种菜，只要40块银，这几百的，一把一把白好势，拢只要10块银。中昼时阵，买少家庭主妇来买，大家手拢掼一袋，这袋仔内面拢袋甲满满，100块轻松解决，还阁找你钱。 4行85块，头包看咧偌济？总共70块。 除了新鲜的青菜以外，冬瓜菜头嘛拢20，摊贩讲因是采暴利多销，吸引顾客来买。我们这个是没有再经过第二手买的，我们就是第一手买的，所以就比较便宜。凤山肉豆公市场除了果菜俗以外，这衫裤也有五金嘛拢齐全，商品多样化，啊合理的价销，嘛无怪被网友称为是高雄上大上俗的传统市场。